位朋友，大家好啊！今時今日嘅澳洲，周街都係亞洲人，但係你哋有冇諗過，第一個華人係幾時嚟到西澳呢一度嘅呢？而佢又係邊一個呢？而呢一位前輩又係點樣用一己之力改變咗西澳嘅道路交通安全法則嘅呢？就等我寫好 mail 同埋文文 mail，帶大家去到200年前嘅西澳，一齊尋找他鄉的故事。嘟嘟嘟嘟嘟嘟嘟。喂，文文 mail，唔好再唱落去啦，再唱中版權噶啦。係喎，我把聲咁美妙，容乜易被誤會係原唱噶？唉，算啦，我哋都係講翻個古仔先。相中呢個靚仔叫做周滿，又名 Moon Chow，佢生於1798年，係嚟自中國南方嘅。其實睇佢個名嘅拼音都知佢好大可能係廣東人啦。佢早年嘅生活係點就冇記載，我就唔清楚啦。不過呢，喺1829年31歲嘅周滿就喺印度嘅孟買遇上咗麥克德莫特船長，即係 Captain James McDermott。跟住佢就上咗一艘叫做 Emily Taylor 嘅帆船度做木工啦。而呢隻帆船呢，喺海上面航行咗幾個月之後，就喺1830年嘅3月抵達咗天鵝河殖民地，亦即係今日嘅西澳帕斯啊。到咗步幾日咋，呢一隻叫做 Emily Taylor 嘅帆船就被殖民政府徵用咗，用嚟探索西澳嘅南部海岸，而且仲將啲歐洲移民運送咗去奧古斯塔，亦即係 Augusta。而呢一次航行仲有啲大人物添啊，包括當時嘅時任總督詹姆斯·斯特林 James Stirling。各位朋友仔，如果你哋嚟到西澳帕斯呢一度，就會發覺好多地方都係叫 Stirling 噶，原來係用佢個名而改噶。係喎，真係好多嘢都係叫 Stirling 噶喎。喺西澳帕斯呢度有個火車站，又係叫做 Stirling， 有好大個 City Council， 又係叫做 Stirling， 就連有個區都係叫 Stirling 啊。不過算啦，我哋講翻周滿呢度先。去完南部嘅 Augusta 之後，周滿做嘢嗰隻船喺1830年嘅5月又翻返嚟費利曼特爾，即係 Fremantle 呢一度。不幸嘅係呢隻船嚟到 Fremantle 嘅附近，遭到風暴嘅衝擊，被迫擱淺啊！而船上面嘅人員，包括周滿自己，亦都因為咁而滯留喺西澳天鵝河殖民地，成隻船報廢咗，亦都代表船上面嘅人員從此失業啦。唉，可憐嘅周滿，從此就要展開異鄉嘅漂泊生活啦。河水彎又彎，冷然雪又還，別我鄉里時，眼淚一串12三。你隻衰喵啊！頭先叫你唔好唱，又繼續唱，呢度唔係文文唱歌台啊！寫好 mail，我只不過係幫周滿感懷身世啫嘛。要知道喺佢嗰個年代離開咗故鄉，就好大可能呢一世都翻唔到去噶啦。唉，可憐嘅周滿，無啦啦被命運作弄，嚟
嚟到西奧帕斯呢一度做無業遊民。就算俾佢見到呢個咁靚嘅轉轉轉，佢都冇錢去坐啦，都唔知佢以後點算好。文文喵，乜你冇聽過咩？有一技傍身係餓唔死人噶，更何況周滿係一個出色嘅木工。周滿喺2個幾月之後就揾到份好工啦。喺1830年嘅8月開始，周滿就為政府嘅首席土木工程師亨利瑞夫利 Henry Waverley 做嘢啦。佢係做細木工同埋建築匠嘅。原來周滿係咁叻仔噶，早知就唔浪費我頭先啲眼淚啦。可惜啦，當時嘅澳洲歧視仍然係好嚴重噶，同工不同酬。周滿嘅人工係遠遠低於其他嘅英籍工匠嘅。不過呢，周滿勝在呢就係手工好，所以呢，佢就憑住超高嘅技術贏得咗大家嘅肯定。喺柏斯開埠嘅初期，資源貧乏而且技術有限嘅情況之下，周滿就參與咗多項嘅西澳基礎建設，包括維修建築同埋造船。而佢最出名嘅代表作就係打造咗一艘5槳步鯨船，而佢呢一隻船亦都受到咗 Fremantle 港口嘅一眾使用者嘅好評添。咦，睇嚟周滿嚟到西奧帕斯呢度，直頭係事業開掛喎。佢事業得意，唔知道情場又點呢？當時成個西澳得佢一個華人，唔知佢識唔識到老婆仔呢？文文喵，邊個話華人一定要揾返華人先可以結婚㗎？好似周滿呢啲有才能又勤力嘅男人，就好似螢火蟲一樣，去到邊一度都係咁出眾㗎，所以佢嚟到澳洲呢一度都可以溝死女㗎。而當時呢，就有一位叫做 Mary 嘅英籍妙齡女子，就對周滿極為傾心啦。喺1847年嘅12月，周滿仲同呢個英國籍女子 Mary 結咗婚添。而呢一宗更加係西澳歷史上第一宗獲得法律認可嘅中英通婚。哇！計翻年齡，當時周滿接近50歲啦，而睇結婚證書上面新娘子只不過係19歲，年齡相距咁大，而且又係異族通婚，佢哋兩個有冇代溝㗎？文文喵，我同你都有代溝啦，佢哋兩個點會冇代溝啊？不過呢，以前嘅人結咗婚就一世噶啦，佢哋婚後育有4個仔女咁多噶，睇落都應該幾恩愛嘅。不過可惜有啲 BB 就夭折咗，而直至到今日，佢哋嘅後代仍然都係住喺西澳呢一度噶。仲有啊，我哋可以喺一件事度睇到周滿對呢位太太係非常之信任噶。原來當時嘅澳洲嘅歧視問題真係好嚴重噶，佢哋甚至唔俾亞裔人士擁有任何土地或者財產，所以周滿嘅所有資產都係登記喺老婆嘅名下噶。哇，好
好彩佢冇娶錯老婆咋，如果唔係臨老先俾人夾帶私逃，就大鑊啦。作為一個亞洲人，生活喺當時嘅澳洲，真係唔容易啊。除此之外呢，周滿仲有一個趣聞㗎。乜嘢趣聞啊？講嚟聽下。話說有一個賊仔去到周滿屋企偷咗樣嘢啊！咁大膽，到底個賊仔去到周滿屋企偷咗啲乜嘢？個賊仔貪心啦，佢去到周滿屋企，居然偷咗隻豬腳啊！乜嘢話？偷咗隻豬腳？唔係，應該話係豬腿先至啱。睇嚟啱啱開埠嘅柏斯物資真係好貧乏啊，就連豬腿都俾人偷。後嚟呢件事仲搞到上報紙添。咁拉唔拉到個犯啊？周滿攞唔攞得返佢隻豬腿啊？佢唔單止攞唔返隻豬腿，個犯仲被判無罪釋放添。後嚟啲人仲講笑話，唔知個犯係咪偷咗隻豬腿去做西澳第一隻餃子添啊！啲澳洲人真係唔識嘢啦。其實廣東人都唔包餃子嘅，我哋包雲吞噶嘛。不過我都好明白周滿嘅心情噶。如果有賊仔嚟到我屋企偷我啲罐罐，我一定會同佢試過噶。咦？乜你鄉下唔係 AC709394號星咩？乜原來你哋都食雲吞噶？乜嘢喎？跟得你多，咪學埋你嗰啲飲食習慣咯。周滿喺 Fremantle 呢度嘅生活雖然艱苦，但係都捱出一個小天地，成為咗呢一帶出名嘅木工，仲娶埋老婆仔添。佢嘅人生最後都變得幾美滿，直至到去到79歲嘅呢一年。咦？周滿喺嗰個年代嚟講都算幾長命喎。咁喺79歲呢一年，佢發生咗乜嘢事啊？喺1877年嘅6月，佢喺 Fremantle 呢度俾架馬車撞親啊！哇！咁今次大鑊啦，佢都差唔多成80歲啦，咁撞一撞，骨頭都散啊！係啊，今次嘅意外令到佢不幸地魂歸天國，結束咗佢漂泊嘅呢一生。不過佢並冇白白咁犧牲啊！周滿呢一次被馬車撞嘅意外，引發咗社會輿論嘅譁然啊！媒體都紛紛報道可憐嘅老周滿伯伯嘅不幸意外。媒體嘅壓力令到當地嘅政府都要展開調查啊！結果周滿嘅犧牲就令到政府頒布咗西澳第一部嘅交通法規，當中包括咗馬車嘅車速限制，同埋強制夜晚一定要用燈光照明。唔好睇小呢一啲我哋今日習以為常嘅規則啊，喺當時係一個重大變革嚟㗎。而呢一件事亦都被視為西澳道路安全制度嘅開端啊。而周滿嘅古仔亦都被收錄於西澳洲建州200周年字典入邊。就連我哋成日去食好西嘅北橋 North Bridge 入邊嘅 Russell Square 公園入邊，都有以周滿命名嘅報道㗎。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呢個公園，可以試下睇下搵唔搵到呢一個路牌㗎。話時話，點解喺19世紀，即係100幾年嘅時候，咁多
廣東沿岸嘅人走咗去外國度揾食嘅？其實我曾經都有過呢個疑問㗎。話晒廣東沿岸都叫做魚米之鄉啦，至少都唔休食先啦。點解咁多人寧願賣豬仔都要去外國度做咕喱嘅呢？後嚟我上網揾下啲資料，發覺原來其中有一個原因㗎，就係喺清朝嘅末期，廣東爆發過一場土客械鬥。話說喺清朝中後期，政府終於解除咗海禁，仲鼓勵位於廣東、福建同埋江西交界嘅客家人遷入廣東沿岸地區，以充實人口。點知客家人嘅人口增長得太過快啦，仲同原有嘅本地居民，亦即係土人喺耕地、水源等等嘅資源上面產生咗好多衝突遍佈廣東各地，尤其是以珠三角地區同埋四邑最為嚴重，搞到民不聊生，令到好多土人同埋客家人都選擇去到外國尋找出路，亦都因為咁，四邑就慢慢成為一個出名嘅僑鄉啦。咁好啦，如果你鍾意呢條片嘅話，記得訂閱、點讚、建設性留言，仲有撳埋個鐘仔啊！唔好唔記得啦，支持埋文文唱歌台啊！咁好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